由海淀国小学童所组成的小台江国家绿道探险队，13号上午利用开学以后第一个假日，实地踏查山海圳的烟花自然生态。总共有9名学员，有的是4、5年级，甚至有海淀国小毕业，回来行看看，希望为山海圳的自然环境尽一份心。因为也毕业很久没有骑，就想说回来也可以顺便看看。就是想要再更加认识一下这条山海圳绿道上面的一些历史，就觉得可以让大家认识很多生态，然后觉得骑起来很舒服。很久没有来骑了，然后就来回味一下以前跟现在有什么的改变，然后也认识更多生态环境。伫个老师、家长加大江分校执行长吴茂成的带领，一行人先整理环境，并且做烟花的静滩活动。伫个整理过程，嘛意外发现烟花的自然生态，并且由大江分校甲家长一一来记录，希望有一天会用拍成活动的纪录片，伫个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来播出。这个活动就是有一个亲子共学的方式，用我们家长陪着孩子实地到户外去做实作的一个学习。那从这个台湾山海圳绿道，我们从催生，然后让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政策，我们带着小孩子去实作，从发挥一个公民的意识。这一片由家长学生小台江的家长学生甲老师，大家三甲有用这条国家绿道来制作一个台湾山海圳国家绿道的探险队的这个节目。那么这节目是要伫咱公益频道咱的公共频道来播出。那非常感谢咱这个双主车有线电视公司甲会当支持咱在地社区大学大江分校，支持咱小大江以及咱大江旅游学校包括其他学校的老师同学做伙来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这个家长咱学员老师做伙用探索的方式来介绍这条绿道的特色。这条水圳过去叫做嘉南大排，因为污染的关系，有一站是乌乌臭臭。后来经过在地，不管是社区大学、学校、甲庙宇，甚至 NGO 的团体，发起种树指导，并推升为国家级的山海圳绿道。目前沿着山海圳会用通到乌山头水库。这群小台江国家绿道探险队，伫个大江分校的带领，第一天徛到历史博物馆甲南科，未来将记录到乌山头水库。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